加速精美设计中秋伴手礼，拢是来自淡市新兴障碍福利机构的朋友所制作。不管口味还是包装，拢袂输一般市面上的产品。上午高经新众团体嘛联合行销，以向市民推荐。小局表示，受疫情的冲击，因伫募款顶面加足困难，所以伫市场为提号召，包括不动产公会、淡市艺术公会、大节电等单位拢踊跃固定。市长嘛亲自颁发感谢状，呼吁更较侪爱的力量来肯定因的产品，传达台南好心意。支持，那不是大家只是捐钱，因为他们做的东西实在好吃、好用。不管是月饼或者是其他的物件都是非常好，是让你值回，不是说你只是捐了然后就回头走了，两手空空。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好，那让他们能够这个有这么好的东西共度中秋佳节，陪你共度佳节那我觉得其实吃着月饼的时候，心里面已经很温暖。除了市长协助代言，会中侪民代贵宾嘛拢到场替新众团体宣传，有整个会议室客家满满。加上工商促进会嘛辅导因伫线顶销售，成立台南好心意的网站。根据统计，去年已经突破1000万的销售金额，所以今年嘛希望拼25000客以上，达到1020万来支持新众朋友。嘛，帮助机构会当永续经营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